人生行到这，往事只能回味，世事自己慢慢体会。柯胜一个人走去一品要创啥？伊想要知影到底是啥物人改良一品的猪排冻饭，所以伊就要求俊杰带去食品研发室。这研发室是公司的机密，俊杰应该无带伊去吼。俊杰是一个真有自信的囡仔，伊无认为讲郭胜咱咧洗一年，就法度想出破败一品的这产品，所以就答应伊啊。对不啦？妈。来，你要坐。等我今日甲恁两个人做伙找来，是有一件代志要甲恁两个人宣布啊。恁两个人拢真优秀，对公司嘛真用心，所以这业务行销部的副总到底要互啥物人做？我安怎决定才是公平，才是我最伤脑筋的。所以，我即马决定，我要互恁两个人一个任务，就是恁两个人拢去开发一个新的冷冻食品。工资的时间上市，到时阵1个月了后，啥物人卖了好，啥物人就会当做业务营销部的副总。要搞新的冷冻食品，那安尼就要有产品研发部的人管配合呢。是，你每一个人拢会当有一个食品研发部的人做恁的副手，你甲这副手密切合作，然后开发出新的产品，甲这生产的工厂去沟通联系，为这个产品定价，还有去做市场的观察，还有行销计划。我拄则讲的这些物件，拢是一个业务行销部的副总应该有的能力。我感觉总经理这个办法真正是制作上呀，未来咱替公司规划出新的产品，把咱看出上更高的这个能力。这面咱也有行销部的副总。是啦，用销售额来决定上市副总，安尼可是有公平。所以安尼讲起来，恁两个人拢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啊？我愿意，我愿意啊。对啊，总经理，我甲慧婷以后默契拢真好，可是讲会当做我副手，阮两个做研发产品，我相信受到欢迎，一定会真好。但在食品研发部的人员，不管是慧婷也是可心，因负责的产品市场的反应拢袂歹。到底什么人要做恁的副手？我想来想去，我决定还是用抽签的方式，较公平。我即马先有两个信封，来，什么人抽到上，伊就是恁的副手。假使讲我来当抽到慧婷，我得当光明正大解脱了啦。希望我会当抽到慧婷，一定是一个真好的副手。好了，那呢我先听。俊杰，安怎？抽到啥？你抽到的是开心啊！我抽到慧婷。最后，容易的啊，就参照你5万安尼，慧婷是你副手。多谢啊！你个可是嫌袂啊，两人默契一点真好。咱两人就来一场君子之争，到时阵不管谁输谁赢，一定爱认输啊！当然嘛无问题。
是安怎抽到我的人，不是俊杰，是俊豪。俊杰这个来遐尔名利，应该袂因为比赛输去就怨恨我。这真歹讲哦。你敢想？你毋是讲过，上赢就先去做副总。业务行销部副总。啊。就刚才是副总尔，不是总经理，那好像你严重。你是无看我宫廷剧是不是？大概一开始选是东宫太子哦，本来就是想王位，东宫太子就是副总，若是王位就是总经理。